鬆、穿崩、螺絲位、甩。歡迎嚟到 Mateys Play， 我哋一齊 play 一 play。今日我哋要玩嘅係呢盒 MB 巴巴托斯第4形態。首先打開個運輸盒，第一眼就見到紅色嘅 Metal Build 嘅字樣，封面非常之簡單，白底加一隻巴巴托斯嘅相，加燙紅嘅 Metal Build 字，燙紅字仲見到紙皮嘅紋路。封底都係巴巴托斯攞住武器嘅造型相，左上角有張 show 晒所有部件嘅圖片。第一 pack 攞出嚟嘅係本體同埋手型，左上角應該係夾披風嘅部件，下一樣摸到嘅係好薄嘅說明書，接住落嚟摸到嘅係地台同埋武器配件。反轉仲黐住一個袋，袋裏邊裝咗披風。打開吸塑封面，披風裏邊有鐵線，應該係由兩塊唔同顏色嘅布前後黐埋一齊。說明書4摺頁，攞出本體，得面部有一塊吸塑做保護，手腳關節位置都冇保護膠紙。頭雕方面對比返動畫，我覺得差唔多，就除咗左右呢兩塊凸得唔夠出之外，我覺得佢已經係非常之還原原設定。頭部向前耷低幅度好大，巴巴托斯幾時做咗孖辮妹㗎？後邊呢兩條油壓管想點？抬頭嗰陣仲要手動放返兩條孖辮入去，抬頭幅度都好大，可以去到呢度。用把鐵尺嚟敲下。非常清脆嘅金屬聲，頸嘅呢個位係膠件，仲可以咁樣嘅情況下側面轉，另一面都可以咁樣，有咁高嘅可動，360度轉都冇問題啦。肩膊盔甲喐兩喐就會甩，肩甲可以咁樣打開，手可以360度轉，拆咗膊頭塊甲出嚟，可以清楚咁見到呢度係有兩個轉軸。上面嗰個比較鬆，下邊嗰個比較緊。從上邊望落去可以見到膊頭可以向前屈同埋向後屈嘅幅度好大，膊頭仲有一段拉出式關節，拉出嘅幅度都接近有5mm。前臂往上屈可以掂到膊頭，向後屈曲仲可以做到壓背脊，同埋咁樣轉。手掌仲可以上下揮手。360度轉當然都冇問題啦。側裙甲可以咁樣轉，但係有一聲。前裙甲底部居然係白色，手臂平舉可以高過90度，但係手臂個盔甲會有啲擋，要調整返好少少，手臂先可以舉高啲。腋下呢個位都做咗一個關節可以拉伸，成隻手可以咁樣轉，條腰可以左右彎到咁多。佢係分咗兩段關節，腰同胸一個關節，同下腹有一個關節，條腰仲可以咁樣轉。成隻巴巴托斯做得最差嘅就係呢支真嘅油壓管，碰一碰佢就會好易甩。成支油壓管分為兩節，金色粗嗰一節
以波災嘅形式裝喺腹部嘅呢個位，而上半截就往上推，亦都係以波災嘅形式揼喺呢一個位，整體偏鬆。向前彎腰之後，背面一大個穿崩位，腹部仲可以拉出一小段，令到條腰可以彎多啲咁多。雙腿可以一字馬。唔係好明點解後裙夾要同側裙夾連埋一齊，由於後裙夾嘅阻擋，大腿往後拉只可以拉到呢度。側裙夾仲好易甩，大腿抬高嗰陣仲會俾側裙夾擋到下。大腿向前抬高到呢度，再拉嘅話就好似咁，前裙夾都甩埋。小腿可以咁樣向後屈曲，可以掂到大腿。膝頭側面呢塊夾都可以轉，大腿仲可以向內轉，腳掌可以咁樣喐。腳掌水平轉好少，腳背可以向下屈，喺咁嘅情況下，腳掌水平轉又多返啲，腳背嘅擋板都可以喐，腳趾尖都有一段關節，腳掌向外轉得少少，向內轉接近90度，背包呢度可以打開，有多段關節，但係側邊呢塊銀色就好易甩。推進器可以咁樣喐，背包可以整個向外彎出，但係就見到呢啲穿崩螺絲。band 帶啊 band 帶，1000幾蚊嘅 MB 裝返一粒螺絲蓋都好啊。披風中間有條線，要裝上披風，首先要裝喺呢個零件度。黑色呢一粒做工好差，俾我嘅感覺似老番嗰啲膠。聽講好多玩家呢件件已經有白痕。之後就係要打開膊頭肩夾，其實係要從呢度打開，再將披風組件裝入呢個位度。建議雙手握住呢個位嚟調整披風。如果唔係，就好似我呢件咁樣已經白化。武器方面有呢把大錘，呢個位可以伸縮，錘尖呢個位都可以伸縮，可以裝上長棍或者短棍。迴旋鏢打開可以超過180度。裝上拳頭之後，會比較鬆，揈兩揈就會甩出嚟。可能因為佢今次啲手指分開一節節，我差啲以為呢隻係可動手。要裝上呢粒零件，迴旋鏢就可以裝上背包度。仲有兩把長嘅武士刀，武士刀有對應嘅握劍手。握劍手啲手指冇握隨手啲手指咁鬆。地台方面，地台附送武器支架。今次支桿係金屬桿。呢個位可以伸長，解鎖後金屬樁可以轉，裝上呢粒嘢可以固定喺最大嘅角度，
而用上呢支輔助桿就可以較更低嘅角度。旋轉呢支輔助桿可以再拉出一啲，就可以調整更多唔同嘅角度。但係呢個位撳咗入去都會彈翻出嚟，唔知其他玩家有冇同樣嘅問題呢？連接主體嘅呢個部件插入金屬樁後唔可以旋轉，要轉角度嘅話就要掹出，換個角度再插翻入去。放刀同埋放錘嘅呢兩個零件，膠嘅表面好似一啲劣質膠，而呢粒零件就係將迴旋鏢固定喺地台支架度，而呢個係俾你撬開啲零件嘅輔助工具。仲有咩想問嘅，歡迎喺下邊留言。呢隻巴巴托斯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雖然呢隻巴巴托斯有好多不足嘅地方，但係佢可以擺出一啲好型嘅 pose。正所謂強嘅係一時，型嘅係一世。玩呢隻巴巴托斯真係玩得好開心。我覺得中意巴巴托斯嘅 fans 係絕對值得入手嘅。最後未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 朋友仔，麻煩 click 一 click 個掣，同埋分享俾想買呢隻 metal 錶巴巴托斯嘅朋友仔睇下啦。我哋下次再玩過。